第四单元声调规则的补充。第19课压情变调，声调规则第3部分。一般的状况下，第3声会变调是变第2声，毋过压情变调的时阵是变做第1声。咱来举例，倒步变做布料，鱼翅变做刺插，米红变做红底，这是一般变调的情形。若压情变调呢，变做布啊、刺啊、红啊。第7声一般的例是变做第3声，亲像讲大庙变庙口，死花变花头，臭耳变耳沟。若压情变调的例，第7声的字后壁加压的时阵，这个第7声的字无变调，有原是第7声，亲像讲庙啊、花啊、鱼啊。第8声的例一般变调是变做假入声变假，亲像讲掠贼变做贼窟，西药变做药房，结石变做石头。毋过若压情变调的例，第8声的字后壁加压的时阵，伊是变做中入声，亲像讲贼啊、药啊、石啊。